14個年宵市場今日開鑼，喺全港最大嘅維園年宵市場，唔少市民都到場選購心頭好。新年前到年宵市場行一轉，係唔少人嘅指定動作。有大學生同機構合作捐贈部分收益，希望帶動市民關注動物福利。我哋賺翻嚟嘅錢5%，我哋會捐翻俾呢個嘅 FreeCon，咁可以俾啲錢佢哋去幫手維護下呢個動物嘅福利啦，幫啲流浪貓貓狗狗揾翻個屋企咁樣啦。咁呢個念頭都係嚟自於，因為其實我哋係真係好 care about 香港啲動物嘅嗰個福利，都係我哋嘅 mission 之一嚟嘅。今年主角當然係佢哋，唔少中學生喺維園開設攤檔，出售自家設計嘅產品，大玩食字。起碼祝大家馬年行大運。我哋今年嘅 product 咧，主要都係圍繞住馬年嘅主題啦，同埋一啲香港嘅地道特色啦。咁馬年方面，我哋就設計咗2隻公仔啦。咁分別第一隻係有大嘅叫做馬鈴薯啦，跟住第二隻咧就係馬年嘅垃圾桶咁樣，都係食翻個馬字嘅。桃花、蘭花、玫瑰花。今年展期橫跨情人節，檔主除咗引入玫瑰花，更推出優惠吸引北上消費嘅市民。我哋公司咧就專登做咗一束1314支嘅情人節玫瑰花，銷情呢數量就一定比往年高，但係今年我哋整體呢，基本上我哋銷售嘅商品呢，都比上年呢就降價咗1/3。好多香港人不想消費啊，咁價格開始打價格戰。今年年宵市場將1連7日，由年25開放至年初一早上，共設有396個乾濕貨攤位及4個快餐攤位。説在線記者莊子晴報導。